慧恩您好，我是来自清華附中灣區學校的全運雙語學生記者許思玲。我係來自澳門培正中學路環校部的歐柏希。OK。好，我們了解到呢，您一直以來非常關心國家體育事業的發展，然後也為體育強國建設付出了非常多心血。這次南沙的全民體育建設活動也得到了您的支持。所以呢，我哋都特別想知道點解你一直重視體育的發展。咁啊，我年紀比你大啲，咁我都見證國家嘅發展啦。大家知道啦，中國零的突破到今日已經係真係國際水平啦。但係我反而覺得一個真係體育強國咧，就要有全民參與。咁特別咧喺你10歲啊？你幾多歲啊？你10歲啊？好多時咧，一開始咧，年青人有一個所謂體育文化。咁啊，第一知道啦，體育一定係強身健體啦，係嘛？但係反而咧，通過體育方面咧，可以有個所謂體育精神，俾啲年青人咧有個好健康嘅價值觀。咁呢啲價值觀咧，可能培養你將來做人一個做人嘅好長嘅理念。咁所以我哋話南沙係我本身咧覺得好有特別地理環境啦，有個好漂亮嘅海邊，又面對兩個特區喺澳門啊、香港啊、廣州啊，側邊咧充滿體育設施啦，同埋好多年嘅文化沉澱，咁啊代表我哋中國發展嘅好長嘅歷史。咁同一時間咧，所以我就希望呢度慢慢我都跟到呢個地方都好多年啦。咁而家最後咧，國家已經發展到今日，但反而咧，我覺得一個城市，一個好嘅城市就係佢體育同埋文化個內涵。因為我知道你哋讀書都壓力好大㗎嘛，媽咪一味嘅話點解有冇做過功課啊，有乜嘢？但反而咧，我諗希望啲學術行業係好緊要，但希望文化體育一個平衡。咁啊，好多時就經過體育咧，就有好多時個個都問我點解對體育咁。咁我反而覺得咧，每個人應該都係做人嘅每日嘅生活之一啦。咁啊，唯一冇啊，我就到而家年紀都保持翻體育嘅。咁我諗希望你哋開始第一梗係要學業緊要啦。同一時間咧，亦應該多啲做多啲體育，強身健體，對你做人個即係體育嘅人咧，好強調平等競賽啊，一落場嘅全力以赴啊，呢個都係我諗將來你大個做人嘅理念嚟嘅。冇啊，我就好高興見你哋年青人，將來就係你哋個天地啦。咁希望有機會見到你。咁有一日可能我喺唔知奧運啊或者亞運場地見到你哋攞獎牌，咁我都話啊，好咩幾年前我都同佢哋一齊分享過體育嘅經驗。咁啊，我祝你哋好運啦！希望第一梗係要讀書，同一時間希望體育都係你每日嘅生活，好嘛？謝謝您的會議。